一梯兩伙嘅用戶設計就係 Inti Design 為啟德天龍4房雙套設計嘅新樓室內設計案例。入到去感覺空間分明，而用色主要以溫和嘅暖色為主，配搭木紋、石紋呢啲自然元素，做出舒適嘅視覺效果。當中直條紋嘅 pattern 會係成個設計嘅主軸，以條子、圓柱做出線條嘅效果，再加上金鋼，增加高貴感。兩邊牆身用咗石紋特色牆身板，再做滲光，都提升咗空間嘅層次。今次係4房雙套，走廊嘅左邊客套房係仔仔房間，會貫徹翻主要風格元素，以簡潔優雅效果為主。另外2間客房當中，一間會係書房，另一間係多功能房間。了解到客人想有一個地方可以方便做瑜伽同埋 Pilates 嘅簡單運動，所以就做咗有收納功能嘅地台，客人就可以利用地台面一邊做運動，一邊欣賞山景。最後大套房就梗係主人房，本身已經配置可以梳洗嘅衣帽間，其他嘅空間設計師會點做？想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睇返詳細介紹片段㗎喇。